Hello，你哋大家好，好高興又嚟到 C Channel。咁上幾條片咧，同大家咧分享咗咧葡萄牙新聞之外咧，亦都關於咧係葡萄牙嘅土地新法例嘅。我哋依家咧同大家繼續咧係去探討咧，其實呢個新法例咧係對於葡萄牙咧有冇幫助嘅。咁喺1月24日咧，2025年嘅時候，2025年1月14日咧，國會咧討論呢個法律啦。唔應該將對國家生態保護區同埋農業保護區入邊嘅土地進行變更嘅決定權，完全交俾地方政府嘅。我哋而家地方政府咧係決定咗呢個新議案咧，喺12月尾嘅時候咧，2024年咧，聖誕嘅時候咧就決定咧就將會咧可以將農地咧係改造咧一個住宅嘅用地用途。里斯本市議會房屋委員會咧嘅 Filipa Rosetta 呢位女士咧就表示，懷疑呢個法律咧究竟實際上可唔可以咧允許咧房價咧係降低嘅。根據呢個咧房屋委員會咧嘅説法叫做 ECO 咧，Filipa Rosetta 咧佢係1月22號表示咧喺國會發言嘅時候咧，市長咧必須要證明咧同埋證實呢個嘅逆轉可以喺法律中抽離嘅。呢一個法例咧已經係經過咗通過咗，而亦都唔可以咧從呢個法律咧係抽離，咁亦都冇得改。呢位建築師兼市議呢位建築師兼市議員咧就表示，市議會嘅公證人員咧同埋市議會將承受過大嘅壓力啦，因為鄉村土地而轉換到都市嘅土地咧嘅責任咧全部都喺佢哋身上。呢個好唔公平，佢哋亦都冇因此咧獲得報酬嘅。4個階層嘅審籌啦同埋監督，佢強調咧呢個係從 Mais Habitação 即係前政府嘅住房嘅計劃咧入邊消失嘅嘢嚟嘅。咁之前咧我哋咧其實上年咧同大家咧都好有一個爭議性嘅法例咧，係前政府咧決定嘅一個立案咧，叫 Mais Habitação 咧，係希望咧可以促進咧多啲房地產啦，而咧引起好多咧爭議啦，亦都好多麻煩啊，俾我哋咧有屋嘅人咧唔可以我哋咧加租啦，而其實咧成件事咧個法例咧一出咗嚟咧，好多人反對之外咧，而其實咧個租金咧一啲都冇減少過，而咧亦都好多不法商人啦，或者係房東咧都仍然係繼續去咁樣做生意，係繼續加租嘅。實體嘅意見咧，就之前個法例咧 Mais Habitação 咧，對於咧我哋農業保護區啦，同埋國家生態保護區咧，具有咧約束力。有一個國家咧實體負責監督呢啲區域，而規則咧則由國家實體去規定。市政單位咧根本咧係毫無意義嘅，佢哋咧亦都睇唔到呢個區域嘅工具，亦都係冇任何咧設施咧係俾佢哋去實行呢一個嘅法例。而程序會議咧可以邀請對領土有監督權嘅實體，佢哋只會持續20日，亦都係為咗負責嘅服務單位同埋市長咧提供安全嘅保障。呢個咧係提供俾全國市長嘅網絡。我哋咧有可能咧犯一個錯誤啦，2-3年之後咧有個過程咧，唔知點解咧，我哋正在咧剝奪緊市長嘅安全網。咁呢一個刊物咧引述咗佢嘅論點啦。對 Filipa Rosetta 嚟講咧，房價嘅潛在跌幅咧唔具說服力，而對新土地中嘅規限嘅上限咧，亦都係溫和價格，高於全國嘅中位咧係125%。佢強調咧呢個國家咧係太唔均衡，亦都太唔對稱啦，冇法界定價值嘅標準。我哋嘅睇法咧係任何嘢咧都唔應該由全國嘅媒體嚟做定義，做市級中位數，唔可以咧用全國嘅平均值。里斯本咧同Aveiro 呢個區咧係完全無關嘅。佢當然啦，里斯本咧同係葡萄牙嘅北區咧嗰啲價格係完全唔有關係啦嚇。咁另外一位女士咧叫做 Isatino Morales，將房價嘅暴漲咧歸咎於咧 PS 之前政府嘅議會上面。市長呢位咧Oeiras 呢個市長咧係一個其實佢里斯本嘅舊區啦嚇，佢嘅市長咧呢位女士咧 Isatino Morales 咧認為咧唔係因為黃金簽證、當地住宿同埋官僚嘅主義，而係因為咧 PSD 政府咧喺2014年採取一啲措施嘅。自從2014年第31嘅法例以嚟咧，呢一個令葡萄牙嘅極左派非常之高興。任何擁有城市土地嘅人咧，只要喺呢個法律一揮筆咧，就變得富有啦。
城市土地咧係漲翻咗3倍，嘅住屋嘅存量咧已經係耗盡。喺呢3年時間咧，房屋嘅價格咧係翻咗3倍。市長喺國會咧度亦都辯稱，透過土地咧可以扭轉呢個情況，因為實際上咧要解決中下階層嘅住屋問題，必須透過公共嘅住宅，而創造呢個條件咧，可以咧令土地咧所有者獲得高價。咁咧，大家咧就聽下呢個佢哋所謂嘅辯論啦，係我哋立法會咧唔同嘅人士咧出嚟咧講個辯論咧，關於呢一個極大受爭議嘅土地嘅新條例嘅。咁啊，其實咧，若然你就算喺農地度啦起樓咧，咁其實葡萄牙係有冇呢一個措施咧去支持呢啲新嘅地咧？咁例如咧新路啦、新鐵路啦、火車啦嘅地方啦，去到呢啲地方去住屋嘅問題啦。咁老實講，葡萄牙咧其實佢冇呢啲咁嘅 infrastructure 同埋 resources 咧去支持嘅架構啦，亦都支持佢咁多嘅新移民嘅。咁啊，我哋咧就真係拭目以待咧。其實呢個新嘅例咧，會唔會咧係繼續被通過嘅？大家分享住講啦先。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 嘅話咧，唔該多謝你一個 follow，俾個 like。咁啊，其實你1秒鐘嘅時間嘅啫。好，再見。